长春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努阿敏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敏。第一摆见面吼，係今日晚上呢，喺台北行政院的門口，係個地方吼，大家就會看到，係個軌道公路的頭啦，係個前批全民總幹事吼，伊就會行嘅台3線同台9線，今日呢，我要來行台1線。講到呀台1線吼，係喺台灣西片但蠻重要的公路，伊全長有461公里，經過嘅台灣14個縣市，對台北的中正區到屏東的鳳港。一下呢，我就嚟計挑戰未哦！大家停好眼腳步，我來出發咧！大家看下先咯，係間三山國王廟吼，有250年的歷史呢，但蠻長久哦。喺提來之前啊，有查過資料的啦，但係中國潮州嘅客家人當時節來到一個地方嘅時節，家人呢家鄉嘅路鄉遷過來嘅。講到新莊嘅客家人啊，嘛唔單止像中國潮州嘅客家人咯，因為啊50-60年來，新莊嘅工業工廠都蠻發展。帶來嗰度桃園、新竹、苗栗嘅客家人，亦嘛細個嚟入嚟生活做事，所以講到新莊一個地方吼，其實應該有幾多客人能錯噶。好，先唔講咁多，係先來同市民報告一下我今日行程，希望伊保佑我吼一路行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。今日來到新莊，本來想起一個鄉下打棒球的朋友，因為喺那提下唄，係等一下哦，就請伊等下出去聊，看那平常新莊的後生嘅攏去來搞，好，聽下落去。俊俊，眼叫冇看到。誒，阿明，歡迎來新莊啊！哦，感謝，今日我就考驗呢。啊，做得。我等下去來聊啊。啊，我同你講啊，我基本以後準備青島嘅地方啊。係哦。係啊。啊，入邊唔夠熟啦，黃今日水藝好冇咯？哦，做得。交半眼。哦，咁麻煩嘅咯。哦。啊，天你去呢，唔好騎隻腳呢。哦，做得。安全梯啦，安全梯。做得。哦。好嘞，我用。Let's go！啊，所以唔見，所以我等下起來咯。啊，一定係出奇的啦。哦，搞神秘哦。係啊，一定要有一點神秘感哦。好，那我期待一下哈。期待一下。新莊棒球場案發咯，係啊，唔通會等下來到地方啊？啊，艾迪啊，你有一個夢想，有一天就是站在那個投手丘上面丟球給大家看，對不對？佢幾下年前的事情，一定想又唔敢想。啊，人哋一下又你唔去，就像我的夢想一樣，離我又遠又近的。今日有冇比賽？
看到安排的地方咧，输尾用咧，为什么会接球呀打球呀？啊，阿敏啊，兄弟嘞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们新庄人都会在那边练习棒球的地方。新庄人做咧打棒球的地方，走的，我脚唔该是等下去。好来，为什么会运动一下？来。跟你说啦，接下来哦，这个地方啊，体力活啦，体力活，对，体力活。那么神秘又要体力活，对呀。阿明诶，去去遐个地方啦。大鲁哥，系啊，我等下来打棒球哦。来比赛打球的啊。哦，可能你的姿势好像还不错哦。哎，厉害的啦。可以跟我打一下了，你来一个。一个。哦，要按多 V 的好打球的哦。系啊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还是学生对不对？系啊，俺天读书啊。鸦片啊，礼拜一跟世界啊，比较便宜啦。来鸦片打球比较便宜。好上个拜一来啊，袂会够少个。嘿，够少。啊，敢连鸦片的好上个拜一拢唔读书啊，拢全部坐落来打球的啊。冇啦，冇人安内啦，你那个是你好不好？不要哪有安尼？还跟认真读书。啊，真是吗？刚等下就要做乜嘅咯？下下掉啊，来比赛。哦，等下比赛输的人，枪是董主番。啊，刚冇。干啦，走得啦。董主番咯，系啊，走得。哦，好，来，加油，加油。啊，观众朋友，哎呀好，真是可以紧张嘞，因为害怕。我4年冇打棒球诶，唔知道会输冇，我枪死翻咯。你有4年冇打球诶？真是大家都打开了就冇再打了呀。我骗人诶。啊，唔会用爱呢。哦，你准备好。快！哦，人家你个迄比出去啦。最后一球，抢击球！翻上出去！哎，冇力嘞，冇力嘞。哦，哎，冇法嘅。嗌咩咁向陽，冇踢到了嘅。係。大家嚟嚟見來公布一下比賽結果。好，來公布。人哋憑良心咯。好，憑良心。只敢買到了，只敢波哦。好，嚟這個波。3、2、1，犧牲力量，安分嗎？係啊，係鋪路嘅呢。我們來加碼一下。你要加碼？休息一下，試下茶。季後賽敢不敢？敢。好啊，再一個。好沒有，有準的。啊！好沒有。按慢用一下矮好冇咯。控球型嘅。哇！嚇到我。70分。來，表現你哦。啊！你爆頭嗎？體力嘅還得熱身啊。投手，哎。等下就跌。哎呦！控球型選手。你也是控球型，哎。5號，寬。這麼厲害。哦，哎，你真是可以跳數呢。哎，你自己嘅號碼。9號。差一些。9號就在啦。哎呦！哦，最後一條。哦，棒球之神。3號啊！好了，分數還會看嗎？還會看分數嗎？200點，真的得到1多分，幾個跟我一樣？啊，70分啊！哦，示範呢？落去示範呢，還賭機嘅。心中真是鬼娘人哦。係啊。眼睛會上來10分呢。哦，
运动会的真实归主题哦，要赶快去吃饭。吃饭了。哦，多嘞，鸦片啊！哦，煮下糕，系啊，客家面起嘞。嘿，调家你好，哎，客家面起嘞，啊，你晓得讲客家冇啊？我嘞。哎呦，刚才你先看一下吹蛋，看下司马给。哦，唔会谈嘞，你平常拢去落下司马？鸦片就喺菜天营张会来嘅啊哎。呦，你点嘛嘅东西啊？面趴板，鸦面趴板哦，冻好色咯。好食你过来食啊！啊，无讲过按切炒嘅面泡饭，當然嚟同面濃嘅冇嘛相同。講起面濃人可能唔會俾火力吹下掉，嗯，係會俾挑吹，一啲感覺個比面濃嘅個盤一些，個盤，個口感比較 Q 彈一點。嗌卡好食亞種嚟啊。唔該，試下做。係啊。誒，小干妞，嚟小菜嚟哦，嚟搶錯一下，搶錯一下。他們唔算呀，現在係客家人嘛，愛嘿，係客家人。緊的。按我位喺新莊一個地方嚟可以點嘛？因為我本身我們以前就住在新莊。哦。對，地緣關係。我爸媽以前我們小時候，他是弄這給我們吃。哦，所以就爸爸阿妹可以用你爸爸媽媽的口味把它傳承下來。對。哦，嗱，條都試到一個同學，有個佢特別咧中條薯嘅米線，我會暗好深哦。自己用的啊。自己用的。哦。怎麼自己用？自己買豬油回來炸，然後紅中斗自己剝皮，自己切，自己炸。哦，所以你買嗰種每年做好嘅來攞。啊，你嗰功夫呢？啊，功夫菜呢？功夫菜。係啊。那試到一條冇簡單啦。冇簡單。這樣才會香啊。只有你們兩個人這樣子，不會太忙嗎？沒辦法，自己選擇要做的，沒辦法。這就是日本講嘅職人的精神。係啊。哇！今日喺新莊了嘅幾日咧，啊400橋嘅喲，最尾一張嚟到新野橋，哦，大家看到而家天空慢慢地點出來嘅，喺對面弄嚟到安陽嘅地方，冇想到按做咧看到按親切嘅客家話，所以本來感覺到吼很窩心啦。今日嘅經驗吼，對大家台一線理想都有信心嘅，希望做得去到嗰度嘅客莊，做到嗰度嘅客人，今日嘛喺個第一擺。係北埔奇眼鏡哦，哦，佢見種咧，我冇看過按度差別，佢講啊，哦，以後會上嘅，以後會上嘅，我家仔，大家朋友爭論，要帶我去幾多地方了，接下來嘅理想會發生乜嘅事情呢？係嘛唔知，可能就用下來一看吧。